根基若毀壞，義人還能做什麼呢？上帝是公義的審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上帝。為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，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。請肅立。根基若毀壞，義人還能做什麼呢？今日地上嘅根基可以被毀，但上帝天上寶座嘅根基卻永存不廢。因為公義和公平係上帝寶座嘅根基，喺宇宙終極嘅審判者面前，我哋都係罪人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上帝的榮耀，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地稱義。根基若毀壞，義人還能做什麼呢？今日讓我哋呢班蒙恩嘅義人，存着誠心同充足嘅信心，
呢首詩歌背後嘅故事非常美麗，係同兩位姊妹有關嘅。第一位係海倫雷梅爾女士 Helen Lemmel， 佢係呢首詩歌曲詞嘅作者。另一位係莉莉亞斯特羅特女士 Lilias Trotter， 佢係一位非常出色嘅畫家，卻將自己奉獻俾穆斯林世界嘅宣教工作。詩歌嘅作者海倫喺1863年生於英國一個牧師家庭，從小就熱愛音樂，並且接受良好嘅音樂教育。後來成為一位出色嘅歌唱家。中年以後，佢不幸染病，導致雙目失明。佢嘅丈夫亦因此而離棄佢。就係佢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佢接觸到一本小書。呢本書就係當時喺北非宣教嘅莉莉亞斯所寫嘅。其中有一段咁樣講：你當轉眼仰望耶穌，定睛注目看他。除他以外，世上萬事盡都變得黯淡無光。海倫憶述呢件事嘅時候咁樣講：我直言處立，副歌嘅旋律就隨住呢段文字喺我心中響起。海倫雖然經歷苦澀嘅人生，但係佢嘅生命卻喺嗰一刻被上帝扭轉。注目看耶穌，就好似凸透鏡將太陽光線聚焦一樣，使海倫嘅生命重新被點燃。佢活到98歲，一生創作不斷，所寫嘅詩歌成為無數人嘅祝福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喺世上有苦難，有不公，有邪惡。今日我哋原本以為可以依靠嘅根基，都逐漸崩壞。我哋似乎睇唔到出路，但係我哋卻看見耶穌。當日主耶穌同多馬講：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。使徒彼得話：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，卻是愛他。如今雖不得看見，卻因信他，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我哋應該慶幸自己冇親眼見過主耶穌，就好似雙目失明嘅詩歌作者一樣，因為未見而信是正信，未見而愛是真愛。耶利米哀歌3章23節話：你的仁慈朝朝常新，你的忠信浩大無垠。我心裏說：耶和華是我的福分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當轉眼仰望耶穌，定睛在他的了慈容，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
亦有甦醒嘅意思。今日如果唔係上帝先轉向我哋，以笑臉慈聲吸引我哋，冇人能夠轉眼仰望上帝。惡人要觀看，要驚奇，要滅亡，卻從不仰望。仰望係指靜默等候，為要認識上帝，重新得力。大衛話：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，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，時常尋求他的面。在困境，應放心太
還能做什麼呢？詩人話：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，慈愛和誠實行在你面前。慈愛和誠實係上帝嘅屬性，亦係上帝子民必須踐行嘅美德。誠實就係拒絕虛假，只講真話。正如使徒保羅喺哥羅西書3章23節所講嘅，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。約翰一書3章23節提醒我哋，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香港人嘅平均壽命曾經冠絕全球，但係近年抑鬱嘅人卻越嚟越多。2023年，香港心理衛生會嘅一份調查報告顯示，香港人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同輔導嘅人數，比2020年增加咗32%。而且好多受訪者表示，佢係唔會尋求協助。根據2024年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，香港人嘅整體幸福指數連續3年下跌，跌到86位，仲低過北非嘅阿爾及利亞，就係莉莉亞斯姊妹曾經宣教服侍嘅北非國家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係一個荒謬嘅時代，讓我哋注目仰望耶穌，並且拒絕躺平，時刻警醒，靜中得力，靠主得勝，以慈愛和誠實行在上帝面前。誠實又可以作真理，讓我哋用